記得我第一次有念珠菌嘅時候咧，我已經係超嚴重，我先去睇，即係我下面啲分泌物咧已經係多到咧，可能成條底褲都會變黃咁樣。咁你應該會痛咯。痛啊！我屙尿都痛咯。跟住嗰隻痕咧係痕到咧，你頭嗰幾日咧，我出街咧，我以為係因為我着牛仔褲，跟住然後係咁磨到嗰個好痕。跟住我後尾着裙，但係我發現原來都係痕，同埋你喺條街度咧，你冇無啦喺度咬。你哋明唔明有幾難受？數據證實咧，日港雙驗，佢喺24小時內咧有效殺滅呢個絲襪惡菌達99%嘅。佢係獲得呢個香港醫護學會嘅真人實證啦，97% 認同有效改善不同程度嘅絲襪症狀。佢仲獲得好多呢個專業推介啦，包括香港醫生診所採用，同埋香港嘅婦科醫生咧都係推薦嘅。最重要咧，舒蜜丹咧係採用呢個天然無藥性、無雌激素，佢入面嘅美國專利蔓越莓濃縮比例咧係高達50倍嘅。另外咧，佢仲有專利萃取法國洛神花花萼殺惡菌、留好菌，減低你復發嘅機會嘅。蔓越莓同埋洛神花嘅成分咧都可以改善絲襪處嘅健康。另外咧，仲可以做到呢個抗氧化同埋促進呢個消化系統嘅健康嘅。咁佢嘅使用方法咧都非常之簡單嘅啫。如果你係作日常保健啦，即係你冇咩事嘅平時使用嘅話咧，就係每日1至2粒啦。但如果你有好嚴重或者可能你有症狀出現啊嘅時候咧，就一次過食4粒咁就搞掂啦。